糖尿病人因为空喙无好好，其中糖尿病足是真常看的并发症。根据学者的研究，糖尿病人发生骹部的溃疡以后，5天的死亡率高达3成；你骹踝以上的截肢，5天的死亡率更高達7成。因此，糖尿病人骹部病变的預防甲照顧就真重要。因此，基美病院結合專任的護理師，對胃教、復健甲骹部的護理一條龍的服務，希望幫助糖尿病友照顧好家己的骹。足部护理的部分，第一个，病患要学会自我检查。那每天呢，去检查自己的皮肤的状况，有没有一些伤口啦、溃疡啦，那是不是有一些厚茧皮？那指甲的修剪对不对？那另外的话呢，可能每天要去做清洁跟保养。好，那就用一些温水啦，哈，去洗，每天洗我们的脚。那做一些乳液去做润肤的动作啊，尽量让我们的皮肤不要有一些就是比较干裂的情况。那最后的话，可能我们出门呢要穿鞋袜，好去做一些保护的动作。那平常呢有一些，比如说翘脚啦、盘腿这些动作，我们就尽量少做。那如果有一些烟酒的习惯，可能也尽量要把它改掉。那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在血糖的部分一定要控制好。脚底虽然说我每天都在走路，感觉上它好像都在运动，但是其实它也太累了。所以我在这边会教导脚趾头的按摩，还有脚底用滚球的方式，让它的脚掌整个能够舒缓开来。还有小腿肚最辛苦它也需要用一个滚筒罐头来做滚筒，然后帮他的小腿做一个按摩。那整个舒展开来之后，这个脚不但循环会变好，而且它的平衡能力也会变得比较好。亲像这名73岁张女士，有高血油甲糖尿病15天的病史，因为下半身出现发紫、欠血性的变化，后来经过复健护理师的指导，下半身的循环才有明显的改善。从来都没有人教过我们这样子做，然后这样子碾过去，再一边用力一边再放松的这样5秒钟这样子，我觉得能够让那个脚的那个血液循环都比较好一点。基美病院提供一条龙糖尿病护理，对血糖的控制、神经的检查、骹部的运动、到骹部的护理等。如果糖尿病友唔知要安怎执行，拢会用向卫教师来咨询。希望糖尿病友拢会用积极参与自我管理，守护家己骹部的健康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